轉咗要轉。會啊會啊！8秒進攻，28-2分入。Nice！佢射到咩？出邊嗰個掂到先係24啊，而家唔使搞，但係佢提你。小心小心！停一陣，重心喺後邊。睇你嘅做法咯，你見到我會 stop 個24，再轉翻24再 start， 係我覺得我自己會方便啲嘅。覺得3分。力好防守，好勁啊！有狀態，俾啲信心自己。Andy 過底 ，Andy 準備抽，慢。8秒進攻。好波，好波，好波。11-2分，跑，28防守。78係。嘿嘿嘿嘿！14前場嘅失誤計14秒，跟住你要嗌出去咯，白色進攻時間14秒咁咯，係啦。不過而家已經過咗去啦，唔緊要。白色換人。5秒進攻。得，開翻24，開翻24，開中開中開中。你換人換人，有嗎有嗎？所以你驚唔驚我點解唔好俾佢響啊？係啊，你要記得開翻個大鐘。你抽到陣咪？我唔係我3分鐘換翻出嚟啊！好啦，抽我屌，抽晒嘅。咁咪要幫你啊！換咗好多人。射個炸彈俾我。黑色都換咗喎。可以龍射佢嘅。5號同埋11-3分，跑。13係咪？13唔係。冇籃板。而家13喺度。5號唔喺度。28進攻，再回14，進攻籃板，28-2分入。
坐啊！好似未入過波。停波先。28兩分炒，28對波。回14，射咗波要回。11兩分。78 block。好慢啊，湯。78防守籃板。2分炒。冇 Andy。Easy。78兩分人。換啦，俾佢換啦。11-29出，啊唔係11喺度，換咗10號先啦。25咯。平時唔換得㗎嚇，你知嘅入咗波，因為佢哋今日 friendly 冇乜所謂㗎。8秒進攻。你都要報俾佢聽日球，雖然個世界靜止。你唔好令到佢分心啦。8秒進攻。5秒。講完8秒進攻咧，要講埋5秒，跟住3秒咁樣。11 3分，78防守。3分炒，28防守。跑快啲！78兩。30進攻32分。你有冇計 block 啊？78，佢攞埋個防守籃板78。28 3分。14啊，14。呢個數25。分幾啫喎？奇利咁叫到。坐啊！唔係奇難啦，佢叫到。多謝你拯救咗我。24。今日唔使啦，但係30秒、20秒、10秒，跟住5秒倒數都要。2分。78偷。20秒。你熄咗個24，stop 咗佢係啦，乜都唔好撳。10秒。
呢啲。就冇3分。跟住熄咗呢個得㗎啦，即係6加。